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莹。今日呢是清明4天连假的头一天，想要出佚佗的，当然来关心天气安怎，包括各路段的交通状况。当然先来关心天气的变化，受到台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的影响，今日中部以北东半部落雨较明显，相信真个乡亲拢有感受到。那明仔载呢？明仔载中南部有机会会使去看到日头会出日，到拜六又过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来，北部、东北部以降温搁兼落雨，收假日就是礼拜时天气上歹，局部的所在有可能会落大雨，而且这一个落有可能连续落一礼拜。清明假期雨是一阵搁一阵，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东的影响，天气无稳定，北部地区4天连假拢湿湿淡淡。降雨还是会有一波一波的出现，主要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，持续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出现。那东部东南部地区偶尔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发生。拜四当讲全台拢落雨，其中中部地区雨势明显。拜五中南部有看到出日头的机会，拜六北部东半部水汽偏济，到下礼拜日雨又完无停，甚至也会延续到后礼拜。周六一直到下周二之间呢，受到下一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天气又会再度的转凉，再加上持续有华南的水汽一波一波的东移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，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。连假期间，但讲连续一礼拜拢是乌阴落雨天，想要出去佚佗，不妨往中南部行，天气比较较好小看。但是依然爱记得早雨具，甲外套，难去冷着。